Hello，大家好，我係 Paul Tam。咁我係一個香港60年代嘅一個產品。咁然後就香港出世啦，讀中學時候就去咗加拿大多倫多，當時係12班 Grade 12。咁然後跟住就讀大學，主修係鋼琴演奏，副修係作曲。中間完咗就 take 咗個 gap year。咁然後就再翻去大學就讀咗個 MBA Art Administration。咁喺加拿大做咗少少藝術行政工作咯。咁後來就選擇咗翻嚟香港迎接97回歸嘅。其實我細個嗰陣係冇諗過以藝術行政或者藝術做我嘅事業嘅。大學第一年，咁然後讀 economics 當時係，咁然後就讀咗第一個 semester，但係完全係教授講嘅又完全入唔到腦。咁知道自己未必係讀 economics 嘅材料，咁諗住自己有啲咩強項啦。咁當時我有學琴，彈得幾好嘅，咁最後就決定咗轉科，就讀呢一個鋼琴。當時我係諗住做演奏家嘅，咁但係後來教授最尾一年同我講話，其實你彈得唔錯，但係你休想做一個藝術呢個獨奏家，因為實在太難，太多競爭。咁所以當時晴天霹靂啦，咁諗下其實我又唔想轉行，咁有啲咩其他工作可以做，係我可以好近距離係接觸到藝術啦。咁所以當時就諗下，不如做藝術行政。咁返咗去大學再讀嘅 MBA， 所以係選擇咗呢個藝術行政呢個科目嘅。96年就入咗香港管弦樂團。咁當時第一份工喺管弦樂團係做叫做 Audience Development Manager。咁所以就開啟咗我喺香港第一份，亦都係我自己嘅藝術行政之路。其實我都差唔多入咗行30年啦，已經。我做咗得4年幾啦喺西九，有20幾年係喺出邊做藝術行政嘅。咁其實我見到成個香港個藝術嘅發展其實係蓬勃嘅呢幾年。我20幾年，咁大團有大團嘅發展，中小團有中小團嘅發展。咁我覺得去到係一個程度係可以同一個國際嘅水準媲美嘅。咁但係當時我成日都覺得香港就係爭咗咩咧？爭咗一個好嘅一個硬件。不嬲都有文化中心，有大會堂，有沙田，有葵青，有高山，諸如此類，場地係多嘅。但係當時就覺得點解好似冇一個真係好 specifically 好 custom design 俾一啲團成長一齊去 grow 嘅一啲場地咧？咁所以後來見到有西九呢個項目嘅發展，講咗10幾20年啦都。咁當時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契機嚟嘅，因為香港有一個咁好嘅軟件，係爭咗啲好嘅硬件。軟件同硬件可以大家一齊去配合。咁我以前成日都好似有講過，就好似一隻龜啦，龜係呢個硬殼嘅動物咯。咁其實龜不停係要換嗰個殼嘅，因為你不停去長大，個殼係唔會大噶嘛。咁但係一定要變咗個龜，一定要換殼啊。咁你只可以慢慢隻龜就可以大。咁我覺得其實如果用香港做一隻龜去代表嘅話啦，咁其實香港係需要有好優質嘅軟件，亦都需要有好嘅硬件。我諗整體嚟講好難講整體，因為個別嘅一啲香港嘅藝術團體做得好成功啦。咁喺個觀眾拓廣嗰度可以突飛猛進。咁有舞蹈、有戲劇、有音樂。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仲係爭啲市民對藝術古典藝術或者呢個我哋所謂高端藝術啦，嗰個投入率仲係我覺得可以有進步嘅空間。咁尤其是而家啱啱疫情之後咧，其實好多行家大家都講緊啲觀眾入場嘅participation 嘅 attendance 好似好浮動啊，好難去預測。咁呢個我諗係全球大家去好多都唔同嘅地方去同啲行家去傾偈啦，唔係淨係香港。呢個現象唔係淨係香港，咁呢個係全球嘅現象。咁變咗大家都好努力去諗緊個出路。咁但係我諗而家大家都面向緊一個方向，就話大家點樣去令到啲年輕嘅觀眾會入到場。咁呢個亦都係講緊呢個而家講高端科技啊 digital 呢一樣嘢咯。咁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好宏大嘅一個議題。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本身香港嘅藝術啦，我哋點樣可以自強不息？我諗冇一樣嘢可以代替，就係話如果我哋真要保護自己香港或者推廣自己香港嘅本土藝術文化，一定要就係將我哋自己本土藝術文化做得更加好。咁同埋一定要拿到自己香港嘅一個強項，因為而家啲觀眾啦，講翻觀眾啦，觀眾其實而家個個都會飛去唔同嘅地方。如果睇 show 嘅朋友，可能去紐約啊、倫敦啊、巴黎啊、澳洲、
甚至乎隔離澳門或者甚至乎內地北京、上海、廣州去睇演出。咁所以其實大家個觀眾嘅評審或者個口味或者個品味，其實我諗係比幾廿年前係進步咗好多。咁所以我諗我哋自己本土嘅藝術文化一定要做得更加好啦，亦都拿緊自己嗰個特色。咁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即係舊嘅文化、新嘅文化。咁其實好多外國朋友嚟到香港都話，香港最吸引嘅地方，除咗話中外文化交流、中西文化交流之外啦，其實佢哋好俾香港嗰個 energy 啊，嗰個力量去感染到。所以其實我諗我哋喺自己香港藝術文化裏邊點樣可以帶出呢一個香港特有嘅 energy， 呢個咁嘅能量，呢樣嘢好重要。咁另外我哋藝術行政人員啦，點樣可以幫我哋藝術家去推廣佢哋嘅藝術去內地啊，去外國，呢個好重要。咁其實舊年已經有 ADC 開咗一個 Hong Kong Performing Arts Expo。咁我覺得呢一啲咁樣嘅唔同嘅 platform 好重要。咁亦都我覺得係香港，譬如政府啊或者唔同嘅團體，我覺得更加需要做多啲，亦都支持多啲，就話點樣可以帶我哋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同埋藝術家去多啲唔同嘅外國呢啲咁嘅 platforms。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好重要，就話我哋啲藝術家同埋我啲藝術行政人員個視野點樣可以擴張、可以擴闊，去到呢啲地方係可以係短時間裏邊可以接觸到幾百個來自世界不同角落嘅行家，咁然後大家可以分享自己嘅藝術啊，自己嘅一啲即係睇法。哇！我都唔記得咗幾時入會㗎啦，我記得當時係阿 Tisa Ho 掹我入會嘅，咁掹下掹咗2年之後，大家話要選領袖要做主席，就被逼做咗個主席。我唔記得做咗幾年，2定3年啦。好開心嘅，因為其實三尾會對我嚟講一個好重要嘅組織，咁所以點解做咗10幾年啊，仲喺度做啦？中間經歷咗好多，因為做主席個壓力都好大。咁我記得當時做嗰陣時，要諗一啲新嘢。當時攞ADC 嘅錢都唔係話太多，亦都佢哋話要三尾會，你哋要搞啲新意思喎。如果唔係我哋未必俾呢啲錢你嘅喎。咁所以當時係有個財政壓力咁樣諗啦。咁頭先講啊嘛，窮則變，變則通啊嘛。咁既然話有財政壓力，咪諗咯。咁所以當時諗咗2、3樣嘢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101嗰個同有同事啦，阿 Patrick 佢哋諗咗個101出嚟咯。嗰個叫做文化藝術領袖啊。嗰個叫做文化藝術管理101，冇錯。咁然後諗咗呢個新嘅項目。咁當時亦都好清晰嘅一個對象群係邊啲朋友會參加啦。咁諗咗一大扎嘢，亦都諗咗個 curation， 諗咗邊個去講啊，成。咁時至今日，我諗都5、6年啦，係嘛？咁好似成為咗我哋而家三尾會嘅一個招牌嘅一個項目，咁都好開心。咁當然唔係我嘅功勞啦，係全體嘅功勞，係同事嘅功勞啦，係成個 board 嘅功勞啦。咁另外一樣嘢，我覺得亦都唔係我創出嚟嘅，呢樣嘢係文化領袖論壇。咁亦都係阿 Tisa Ho 當年10幾年前生出嚟嘅一個項目啦。咁喺我手上邊，大家要諗下點樣可以再做得好啲。咁中間亦都轉個地方做啊，做咗唔同嘅一啲即係變更啦。咁與時共進啦。咁呢兩樣嘢係我自己覺得我幾年裏邊做主席嘅一啲少少嘅貢獻，亦都係幾大嘅挑戰，但都好好玩，成件事非常之好玩。如果你問我下一個問題，就話三尾會嘅將來啦，我諗係咪會問埋呢個問題？咁我都喺個會裏邊10幾年啦，咁呢個都係大家會員委員嘅一啲共識，就話其實三尾會一個定位啊，呢個係一個有趣嘅議題，大家用咗好多時間去諗啊，成。咁我睇法就話其實等於香港呢個文化藝術嘅發展啦，唔可以淨係停留喺一個香港本土，一定要打開唔同嘅一個領域嘅，可能係大灣區，可能係內地，可能係外國嘅一個領域啦。咁我覺得三尾會一個領域亦都應該係要被打開，唔係淨係香港呢個本土。本土如果覺得都有一定嘅認受性啦。咁點樣可以將我哋本身呢個capital 咯，我哋本身呢個 capital， 再將佢褪大啲，去到係一個 regional， 甚至乎係國際。咁呢個係我諗係大家同事都傾緊，亦都我覺得好有機遇，好有機會，好有我哋嘅能力。我覺得香港嘅3項最重要嘅項目係咩咧？第一
就係點樣利用香港成為呢一個橋梁啊、橋頭堡，點樣可以將呢個中外文化交流呢一個，或者係內地同埋海外嘅藝術文化，點樣可以用香港係一個交流點？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將香港打造成為呢個文化藝術之都啊！頭先講過就話呢個文化旅遊好重要。如果香港我哋啲演出需要再做更加長壽啲嘅話咧，多啲資源、多啲觀眾嘅 support 嘅話，成為咗一個文化旅遊之都好重要。咁呢個係其二。其三，我覺得重要就係話嗰個英文有個詞語叫做 value proposition， 價值主張係咪？中文係。其實我覺得香港好重要就係有個 efficacy， 有個價值主張。點解香港頭先講話嗰個市民嘅認受性，我覺得仲可以進步咧？就係話其實文化藝術對一般市民嚟講，佢哋未必知道點解咁重要咧。但係反而大家覺得醫療啊、教育啊呢啲係或者護老啊、護幼好重要。亦都係因為對方呢啲唔同嘅呢個 sectors， 佢哋做呢啲咁嘅 value proposition efficacy 做得好成功。咁大家啲市民就覺得呢啲嘢係對我嚟講非常之不可缺，生命裏邊。咁但係文化藝術，我覺得去到今時今日都仲未做到呢一個 value propositions。咁我諗呢個係大家一齊成個業界嘅一個合作啦。咁我覺得3A會都有個幾重要嘅角色可以領導啊。咁所以我諗呢3樣嘢，我覺得如果香港可以更加向前行前一步，咁我覺得香港嘅文化藝術會更加百花齊放，更加繁榮進步咯。我諗兩樣嘢，一個就係 skill， 一個就係嗰個 attitude。如果係講嗰個態度嘅話啦，我覺得香港將來未來嘅藝術行政人員要更加唔怕死，要更加要勇敢向前，因為嚟緊嘅路好難行，大家見到個地緣政治啊、經濟啊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咁做我哋文化藝術係幾被動嘅喺呢方面，因為資源啊成係非常之被動，變咗我哋做藝術行政人員要更加唔怕死，真係要將我哋自己嘅藝術擺喺佢哋英文個 on the line 去推啦。咁如果呢個就 attitude 啦，如果講一個 skills， 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可能大家少講。大家可能好多時講藝術行政就係話 marketing 啊、創造力啊諸如此類。我反而覺得嗰個溝通能力好重要。咁我覺得唔係淨係講普通話、英文都好重要，因為好多時我哋做呢行就係靠我哋把嘴啊嘛，靠我哋支筆啦，同佢靠我哋把嘴去將藝術呢樣嘢，藝術可以好抽象、好虛無縹緲。如果你做現代藝術，更加虛無縹緲。但係你點樣可以將呢個咁虛無縹緲嘅藝術介紹到俾唔同嘅觀眾啦，或者介紹咗俾唔同嘅一啲即係所謂金主啦，即係有啲presenters 啊、啲 festival 嗰啲ADs 啊，點樣可以推到呢一個演出俾我班你嘅呢個受眾？我覺得好重要就係你靠你呢支筆寫得好啦，同埋你把嘴講得好。咁喺個語言嗰個能力方面，除咗話廣東話我哋嘅母語啦，咁另外普通話啦，內地咁大嘅市場，咁另外亦都係講緊英文，英文係國際語言。咁好有趣，最近咧我睇到一個調查就話咧，世界4大商業語言，除咗呢個英文之外，就係普通話之外，就係法文同埋阿拉伯文啦。咁而家成日都話香港話要去中東啊嘛，咁係咪中東大家要學得2-3句阿拉伯話講 hello 你好、拜拜你好嗰啲咁嘅東西？咁我覺得呢個其實我諗多語言嚟講對我哋係一個好重要，對我哋呢行嚟講，眼看四方，耳聽八方，咁呢個係我覺得將來嘅藝術行政人員有2大要素。